门。我问你，你是在我才来问心？小姐请进来。见过武德先生。我不是武秀，我叫沈喜呀。你要找武义吗？是啊，烦劳你请他一声。请稍等。武秀来了。见过武德。起来，起来。我本是个大将军，岂可与你去送行？既是将军与身份，你愿我来与我再不听才叫你我的实话你不安心。就已经生了病，人事方法看难言，病是要紧总在分。故而你有话只管对我讲，我常为你做不轻。这样说来是我错怪了你。这样说来，我是让得了你。不妨事。本小姐到此一入关，我特地前来送私信。这封私信我真想，那无罪的妹妹认得应，她不是凡人无惧无中因，此事我已早知情。那李三想把话，比他的口供他不肯。故所以总写好信一封，他叫我送于无罪偏下庭。你把事情交与我，我听你就多于那无就听。但是我也想送你大封信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？你把私信来交与我，我与你送一封信文。我不是私信，是口信，口信谁来呀？我记在心里。这个口信要当心，不可再与那旁人听。在我的口，在你的心，在因那举重要记住你。既然答应言语反悔，你就说吧。唉，妹妹呀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在念经给你听啊。现在我和你开心那年，就是从和你见了面，你的眉毛像天线，我无爱恋在心里。爷妹呀，我和你，你不知我想你，你不见我与你在话
你不回答，我和你这一件事非敷衍啊，也没啊，我是一见就钟情你，为此你可否加入？